日本时代日本人统治台湾时，你看金光府公安比进去，变成统治中央台海三项就当6项前的统治中心。啊，金光府最新的时间有6处公馆，你系最大间的，啊，总共4所在地，伊个作用嘛啊，伊个作用呢，除了数字以外，伊对嗰度材料个内底，伊提供去生活用品，也维持到清朝统治台湾结束，日本人统治的继续，用来做统治台海地方，就当8项前的一只统治中心。日本的警察一只铺装日本人台。清朝到北部事件发生前，统治中心才北部，就当喺庄下。